入到嚟決賽8支嘅隊伍，睇下有冇你居住嘅區域喎，有就要同佢哋加油打氣下㗎啦。第一線路最靠近岸嘅有南區，第二線路有葵青區，第三線路有西貢區，第四線路有沙田區，第5線有大埔區，第6線北區，第7線觀塘區，同埋第8線最離開岸最遠嘅屯門區。嗱，每嚟到呢個時間咧就好難估嘅，因為咧有4支嘅隊伍咧就係喺今朝早大概8點零9點咧已經獲得出線嘅資格㗎啦。另外4隊咧就係今日喺大概10點零度咧又再賽多一場嘅準決賽去爭到出線嘅啫。咁啊嚟到最後100米咯喎，睇下而家目前究竟邊一隊比較領先？暫時睇到咧，而家帶咗出嚟咧6線嘅北區，跟住見到4線嘅沙田，較離岸遠嘅8線屯門就咬住個第3，而家暫時仍然6線領先，北區領先沙田，但係沙田臨到尾追緊上嚟㗎啦，越追越近，4線同6線一齊爭冠軍。好啦，嚟到臨到尾，最終衝線，哇！影相喎！本身諗住咧就係8線屯門應該係穩坐季軍㗎啦，點知臨到尾衝線咧，見到最